乡亲啊，这种的天气嘛来造成着轻航机失事的意外。屏东县里一站有一架这个轻航机来失联，轻航机顶是一个50岁教练，甲一个24岁学员。消防局是透暝来搜救，昨暝10点，伫个赛家村的山隙找到了，当时还搁咧导火灯咧烧，2个人已经死亡。专家讲，真有可能就是天气造成这个意外。 那地内底请白烟，搜救人员来到屏东三地门山顶轻航机摔落来所在。我这无方便过。山路无好行，找无水，工人党用矿泉水和灭火器拍火。啊，那飞龙机顶2个人，马路已经烧到臭灰搭。嘣一声，这件意外发生在昨下晡4点35分的时阵，有民众报案，一台轻航机起飞了后，无伫咧预定的时间内飞回来。消防搜救人员遂派人去山顶找。 背后确认，伫咧三地门乡世界山顶总算找到轻航机。过往的人分别是50岁姓林的教练，甲24岁姓陈的学员。2个人的尸体分别送去屏东市区的殡仪馆。姓林的教练过身，因某真艰苦，边的囡仔嘛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。 啊！那飞龙机顶另外一个姓陈的学员，今年24岁，屏东人，伫咧机场做地勤。伊捌伫咧网络顶写，我想要飞的这个梦想，本来已经按算伫咧明年去考技师，想要到7号去体验轻航机20分钟，但安尼无回来啊！明年3月长荣待满3年，他就要出国去学。先做轻航机下落来，定等来到机场，姓林的教练和姓陈的学员，伫咧昨下晡就是坐这台编号2199的轻航机。教练有合格证照，研判失事原因可能是天气的关系。这种天气，我们这种外行人，我们都看得出来了。是不是他因为飞了10几分钟，发现云层一直在下降嘛？哈，要赶回机场。事故原因，运安会会继续斟酌调查。不过有技术盲的少年啊，甲规口罩拢靠林爸爸食穿的教练，拢伫咧这件意外不幸死去，互大家拢看甲真唔甘。